偈想同大家傾，都趁住呢個機會咧，就可以面對面同大家有啲交流啦。好啊，係啦，咁其實過去一年阿 Jer 都有好多嘅夢想接連實現啦，即係好多自己音樂中意嘅，都剩一年咋？好多年都係啦。咁我由上一年見面制到今年啊嘛，都串我啦。好啦，咁又有唔同嘅舞台，一路都可以去到唔同新嘅舞台啦。係。如果係話展望將來，有冇啲短中期嘅目標係呢一刻都好想做嘅咧？有個好大嘅目標咯，即係冇話要幾耐實現，但係我好想喺啲即係由細到大都好想喺啲大球場嗰度唱歌，即係做音樂會啊、演唱會咁樣嘅。咁即係嚟緊希望可以喺啲大球場啊、啟德啊咁樣嗰啲。如果喺大球場，你哋會唔會嚟支持啊？因為我中意聽大家大合唱嘛，嗰啲大球場咧可以幾萬人一齊，跟住大合唱嘅話咧就一定好震撼。同埋球場多數係有個兜兜，嗰啲回音一路撞翻落嚟，好正，好漂亮，聽到都正。咁除咗呢個正之外咧，我又想問下啦，即係因為你嘅作品其實都有好多常識啦，通常都係會圍繞住要愛自己啦、愛生命啦。我想問，真係要寵愛自己嘅咧？有啲咩方法嘅咧？除咗食薯片之外，知你實習咗食好嘢先。有冇即係你自己啊？我自己食薯片係嘅，要㗎。但係你食完一包之後，如果都仲想寵愛下自己嘅話，有我覺得可以多啲同自己嘅對話。即係因為而家可能有好多人會因為工作啊，又唔夠時間。自己俾自己有一個時間，可能諗下哦呢段時間我經歷咗啲乜嘢，消化，又或者係咯消化自己經歷緊嘅嘢之後，再去有轉變，我覺得係對自己好緊要嘅呢個 me time 時間。咁係咯，即係有陣時係掛住做嘢而唔記得咗最初衷嘅自己係點。咁所以我覺得每一日又或者間唔中同自己嘅對話係好重要咯，即係唔可以冇咗自己啦。即係你做任何嘢你都要係你自己中意做，你先好放膽去做。係啊。OK， 呢個靈修課，短短呢分零鐘，大家帶到嘢啦嘛。OK， 好。咁跟住又想問一問咧，即係見面仔都問啲同 Mirror 有關嘅事。係喺過去咧，有冇一啲唔同嘅時刻咧，係Mirror 做嘅事令你覺得好印象深刻，或者好感動嘅咧？感動其實成日見到佢哋已經好感動㗎啦，即係佢哋，即係依家已經係嗰個 moment 嚟㗎。係啊，即係佢哋喺唔同嘅場合咧，即係我哋有陣時可能做嘢好早到啦，但係佢哋會早過我哋到啦，即係喺出面整好多應援啊、集合啊，早好多添啊！跟住又要寫信啊，跟住又要整禮物俾我哋啊，咁所以佢哋係非常之忙碌嘅時間咯。即係我其實好難想像一個，即係如果你哋個個都有做嘢，但係亦都可以抽到咁多時間去整咁多嘢俾我哋，係花咗幾多心機時間，同埋又或者冇瞓覺幾多晚先至會做得到咯。咁所以係每一刻見到佢哋都好感動同埋好開心。係，即係你頭先講咧，忙裏點樣可以偷到時間出去就同好多嘢都係一樣嘅。做得幾忙嘅人都可能會有另一半啦。最緊要係咩？係愛。有愛你就可以做到晒所有嘢。所以今日咧，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、好難得嘅機會咧，可以有咁多 Mirror 喺同阿 Jer 你面對面。喺除咗 social media 以外，今次如果係真係心情對話，有咩説話真係好想係對住佢哋親口同佢哋講？哇！突然之間係啊，隆重。係啊，我俾佢哋影你個 solo 俾你講。多謝啊，多謝你哋每一位，即係我哋由一個寂寂無名嘅 nobody 去到呢一刻可以喺台上面做我哋中意做嘅嘢，即係全靠你哋每一位喺背後嘅支持。咁所以繼續努力，我哋會繼續努力，令到你哋為我哋驕傲嘅。係 ，thank you。咁我都知除咗言語之外，仲有最正嘅，梗係憑歌寄意啦。所以而家將個台交俾柳應廷。係啊，今日咧有好多人問我係咪唱新歌啊？你哋講下。送俾你哋大人之後。
間便停低，平實呼吸想法很貴。西裝穿起世故，讓我一霎眼長大。逼真的新世界，問我可察覺愉快。累了總會記起無拘無束，疾風中別離碰釘碰壁來作怪，得到教訓，憑直覺無縫理解。天天穿起世故，但這盔甲已崩壞。當起天真怪獸，讓我將童年倒帶。放棄進街那資格可不可？讓我好問好奇，就算錯，請不要怕。隨便途或無定界，人寬大。在喝醉的晚上，亂發洩一切，就怕太深層處，給坦無徹底。愛好立場信仰直覺，眼淚志向渴望，練習成慣性害怕，去面對這赤裸。酒醒看鏡內，一絲不掛，已無病自救，何以是我？西裝穿起世故，讓我一霎眼長大。逼真的新世界，問我可察覺愉快。累了總會記起無拘無束，疾風中別離碰釘碰壁來作怪，得到教訓，憑直覺無縫理解。天天穿起世故，但這盔甲已崩壞。當起天真怪獸，讓我將童年倒帶。放棄進街那資格可不可？任我好問好奇，就算錯，請不要怕。隨便途或無定界，人輕大，其實怕回看一眼，發現多喘氣得到的也只得片面。我面都忘了今天終點，卻是起點。當初很想變大人吧，裝不起的世故，未情身那套衣服或太怪。當起天真怪獸，直接將童年倒帶。再次勇敢去相信可不可？讓我好問好奇，就算錯，都不再怕。從來如孩童地過，靠率性見解，對束縛。說拜拜。謝謝。咁就暫時説拜拜先，我哋轉頭會再見面嘅，可以到後台休息一下。好啦，跟住又邀請一位上嚟傾下偈先。